大家好，我是姚文祥。我即马想要讨论的议题就是2030双语国家政策是咱的特征。国合会遵循议长的指示，提出2030双语国家政策，以2030作为目标，甲台湾起造成为北教话加英语的双语国家，以便提悬英语水准来提悬国内的竞争力。截至2030年，这南投毋望要开超过50趴的英语授课的大学课程，这新闻引发全国的节讨论、节辩论。支持者就认为，这会使对国家发展有帮助；反对者就认为这政策会为本土化带来威胁。咱到底是要安怎以经济甲文化剥削的角度来行动呢？咱应该建议教育部甲台湾政府重视台湾本土化，毋是用短视的理由，敢若销售要趁钱去推杀北教话甲英语双语政策。推行台湾本土化其中一个上直接的方法，就是推杀200趴的本土基建学校，开超过50趴的英语授课的课程，无法度符合文化剥削的立场。进前国民党的教育政策禁止台湾本土基建，迄个时阵国民党敢若想要确保伫学校每一个人拢总讲北教话，甚至大个科目拢总需要用北教话来教，因为即款错误的政策，互台湾变做北教话单语国家。台湾人颠倒甲台湾本土基建半黑，搁甲本土基建看作无水准的基建。因是即放杀因的爸母话，若是社会拒绝使用因的爸母话，煞落来遮个爸母话拢总会停止吸收新思维。安尼款，遮个爸母话拢总会失去经济价值。基建学家普遍认为，基建政策是其中一个鼓励家庭转换基建的其中一个因素，所以学堂必须恢复本土基建教学，来互本土基建伫这个社会恢复因的功能甲用途。学堂作为文化机构，推杀本土基建、推杀母语教育是学堂的责任。我所主张的本土基建教学，就用本土基建加办项，譬如讲教科学、教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社会等等。我并毋是主张讲另外起学校来创台语学校，还是客语学校，咱会使为现有的华语学校转做台语学校，还是客语学校。但是，阁是有支持者认为，敢若专注推广北教话甲英语，会对台湾团结有帮助。但是因敢是已经背记，本土基建嘛已经是台权的官方基建。国家基建发电法已经伫2018年12月25号通过3读啊。国家基建发电法明确设定保障
台湾大个固有族群的自然基因，甲台湾手机的传承复振甲发展，伊尊重台湾基因文化多元的特征。随时有4种官方语言，也就是德国话、法国话、意大利话、甲罗曼斯基。因此，语言毋是团结的关键。法国经济学家庄巴特士 （John Baptiste） 写称，强吸创造伊家己的需求，运用性定律解说，当国民党推广北教话作为教育媒介，而且是提头路唯一的必要条件。安尼，北教会强吸创造学习北教话的需求，因为学会晓北教话是唯一会使保条头路甲避免歧视的方法。这就表示员工必须用时间当作是资本财来生产北教的能力，来作为推销家己的管道。就安尼，学习北教话的需求来源是北教话的教学的生产，毋是金钱本身。既然强吸会使创造需求，是安怎咱袂使甲台湾本土基因强吸，互教育界甲工作调合？咱会使对甲北教话教育改做本土基因教育开始，然后咱要要求所有应征者用本土基因，若是因逐工伫一场讲本土基因，咱就会使减少课征因的税。政府部门嘛是共款，若是有公务员、政治家、议会议员，甲秘书逐工拢讲本土基因，因就有资格互国家减少课征因的税。因若是坚持要讲北教话，毋干那要扣搁较悬的税，搁爱减少工资，所以政府、教育甲职场拢必须要分配搁较侪资源，互本土基因搁较勇健，安尼才有法度互本土基因伫生活逐个产品拢活转来。伫1939年到1975年之间，现鬼大独裁 （Dictatura Franquista） 禁止伫学校甲公共行政使用卡塔兰。好佳在卡塔兰的部记者无放杀甲因的囡仔讲卡塔兰。即马西班牙解禁卡塔兰了后，伫卡塔罗尼亚的学术界、媒体、公共行政拢总讲卡塔兰。Bernard Bosky 一名社会基因学家讲，要成功救一个基因，必须要改变人对这基因各有周围基因的心态甲认知。台湾人必须要重新思考因的文化甲基因认同，才会使恢复因对本土基因的自尊心。若是台湾人无尊重甲看轻本土基因，本土基因会死搁较紧。因此，台湾人应该伫大学恢复本土基因教育，毋是甲教学基因改做英语。此外，台湾人必须要重视本土基因教育，因为基因是建立咱特殊视野的工具。英文的时间线是坏的，台湾闽南语的时间线是直直的。若是你想要甲一台车画作是
动画的角色，你会甲伊受做是查甫还是查某？法国人会甲伊受做是查某，因为伫法国话内底，车是阴性名词。此外，英语补给者对性别的概念比汉语补给者搁较敏感。Jos Daniel 讲，若是一种语言死去，了解甲看世界的角度甲方法会对这语言死去。假使讲台湾本土语言死去，台湾人会失去文化甲特殊的看法。这嘛是台湾人一定要恢复本土语言的关键。搁再讲，台湾人的英语掌握能力真弱，所以台湾人要用英语来教大学课程是非常困难的。截至2018年，贵经帮创立的英文日报《台湾 News》报道，台湾人的英语水掌握能力评分，也就是英语 First Global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（EPI） 的评分是低，是连续4年内底，伫全世界排名48名。台湾小学甲中学的英语教育敢若是为着要考试。台湾小学甲中学先是英语先是袂去注重学生敢有法度用英语去表达，因此台湾人甲台湾政府应该先修补台湾课纲，才来计划开搁较侪英语大学课程。有人会烦恼讲，台湾政府若是无想要伫台湾的大学实践英语学程，就会较恶招着优秀的国际学生来台湾读册，然后会烦恼台湾无够全球化。但是台湾人甲台湾政府应该要注重在地化，在地化就是全球化。想看卖，若是所有台湾人雄雄讲英语尔，安尼看因甲其他的外国人有啥物差别？台湾本土语言所呈现的特殊文化，就会使推广互外国人啊。外国人来台湾，当然想要探索无共款的生活方式，毋是甲因国家相共的文化。科学家嘛发现，学会晓真侪无共语言的人，对头脑有帮助。会晓讲多种语言的人，会晓念咪转换语言，甚至毋免经过思考。这嘛会使讲，多语人有搁较有效率、较发达的管控能力、管控功能。迄就是会使转换专注力，甲控制记忆的头脑部位。依照这理由，当然有人要提这理由来支持台湾政府推设北教话甲英语双语国家，但是安怎一定是英语配北教话咧？敢袂使英语配本土语言？若是台湾搁继续推设北教话，台湾人的思想的理路，甲中国人就无差别啦。培养本土语言，台湾人才会使发展甲中国无共的文化甲社会。总讲一句，推设北教话甲英语的双语国家政策，来鼓励大学开搁较侪英语课程，无论是徛伫社会还是学术正义是毋对的，是错误的。这嘛对推广台湾多元文化有足大的威胁。此外，台湾也未准备好势，要开超过90%
50个英语课程，所以发展本土语言教育较理性、较正确，因为会使推广、会使发展台湾特殊的文化。我的鸦片到这为止，希望你会介意，感谢你的收看。